當時玩拳擊嚟講，可能大家都未必相信就第一，我哋連拳擊嘅最基本嘅保護嘅手帶啦，同埋拳擊鞋咧，都係基本上係冇嘅。咁變咗嚟講，我哋譬如我自己嚟講，第一次參加頭一年啊，冇第一次拳擊手帶同拳擊鞋都係借人哋嘅，即係甚至我哋自己開門練習都得自己翻嚟練習嘅啫。所以變咗嚟講，而家倒翻轉嚟講，我哋經過若干年嘅推廣工作嚟講咧，我哋都試過，譬如我哋拳藝會嗰邊練習一人數嚟講，一晚練習都過百人都可以有，即係平均數量都50-60人都去練習咯。相差嘅比數其實係好大嘅變化嚟嘅咯。對於我哋工作嘅一路嘅推廣，由大家可能對嗰個拳擊、搏擊個項目嘅一個叫做偏差嘅誤解，覺得係咪暴力啊，或者係咪啲唔健康啊，以為好多人驚啊嘛。咁變咗慢慢令我哋各方面嘅推廣模式，令到嗰啲大家市民啊、唔同嘅職業啊、唔同嘅學生啊，咁佢哋都會係嚟加入我哋嗰個運動嚟講，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肯定性嘅工作嚟㗎咯。咁而家啦，咁就退役咗啦，就開始做助教啊，喺拳會度做唔同嘅工作啦。最開心就見到新一班嘅後生仔啦，就好專心咁去訓練啦，就可以好吃苦咁訓練啦，咁就真係最感動。其實咧，拳擊咧就唔係話人哋想象中咁暴力㗎。咁我最想係帶啲咩信息咧？用拳擊嚟帶俾第啲人咧，就係咧一個堅持嘅心啦、努力啦，同埋唔吃苦嘅精神。我今次打亞運雖然攞唔到成績啦，但係都吸收到一個好好嘅經驗。我會攞呢啲經驗去再參加其他嘅國際賽事，係好珍貴。